造物主时刻都在人类中间，时刻与万物、与人类对话，天天都有新的作为。他的实质，他的性情，在他与人类对话的同时发表出来。他的心思与意念，在他的作为中表露无遗。他时刻都陪伴观看着人类，他用他无声的语言，静静地告诉万物，告诉人类：我在天宇之上，我在万物其间，我在守候，我在等待，我就在你的身边。只有造物主疼惜这个人类，只有造物主爱怜这个人类，只有造物主与这个人类有难以割舍的真情真意。只有造物主能施怜悯于这个人类，只有造物主爱惜所有的受造之物。他的心被人类的一举一动所牵引，他为人类的邪恶败坏而怒而忧而伤。人类而有而转动，他的所事所有都为人类，都为人类而发表。他的喜怒哀乐都与人类的生存，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。他为着人类游走奔忙，为着人类静静地付出，付出他生命的点点滴滴，奉献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他不曾懂得如何怜惜自己的生命，但他却一直爱惜着，一直爱惜着他所亲手造的人类。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这个人类。继续存活。
在他的眼目之下，存活在他生命的，在他生命的光影之下。为的只是有朝一日，人类能归附在他面前，认得出他就是滋养人类生存，供应万物生命的那一位。只有造物主疼惜这个人类，只有造物主爱怜这个人类，只有造物主与这个人类有难以割舍的真情真意，有难以割舍的真情真意。